乡亲好，我是李丽。下晝2點嘅，歡迎大家聽到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今邊嘅直播呢，一開始咯，先講到今邊禮拜2日，尤其今邊6月初7又係特別重要，因為呢防疫對年頭顯示到今邊嘅總算要開始大解禁嘅。雖然講一下嘅天時呢，有條蔬菜開始落雨嘅，韓國呢氣象局針對台北市一直跳到南片，下減山嘅蔬菜呢，現時係對全台灣生命現時發布為大雨特報。唔過也則禮拜2日，就係因為呢天時真蠻好，韓國又愛大解禁，東島蔬菜尤其係風景區都來熱東島人。而先來看到喎，今日早晨呢，到台南一片各地就出現呢東島人愛出去留了，比如講從台南嘅虎頭埤一片，早晨呢唔但請人東島喎，大家上愛趕好天時出去行了了嘅，因為食材係關係研究嘅。韓國呢從菜甜菜嘅情形就看得出咯，一片漸濃嘅東島人，你看到喎甜菜從一片菜甜到黏。雖然講一下大家愛趕好天時出去留了，唔過呢防疫還係要做好。先來看今日早晨嘅新聞報道。早上8點鐘，喺台南虎頭埤風景區嘅茶兒就見到見到，我被天茶衝東南遷到回兒，讓佢度嘅人未見到見到，關於武漢肺炎疫情喐下得咧，今日春台灣大解封，人下警講求研究咧，會出去行了。悶很久了，然後泡一下茶，哦，就快樂誒。還過來只見個水。看有人哦，人真濟啊呢。對，我們還是會準備口罩這樣子。這整這些時間能解封啊，解封的心情來快樂嘛。是啊。防疫措施，但是愛做好勢，該愛自己要處理啊。照虎頭埤風景區統計，從5月30日該禮拜人氣人數就已經超過4300人次，比前面兩家是近3630人多。也未顯示疫情下得咧，見到人出去了，不過人按到愛做嘅防疫還係要做，以下本愛定檢樣嘅入廠未嗰種體溫，不過對我輩愛大家嘅摸尊重人客自己嘅想法。目前園區還是維持的，用實名制的方式。那口罩的部分，因為我們目前還是配合，如果是在達到社交距離的方式之下，我們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台南市政府講，呢日開始政府防疫措施會變下樣，南北前多送菜都會開放。台南市政府未會配合種種防疫新政法，同時檢做檢討，係講發現做啲甜嘅冇按到限制，就會查處。記者溫俊斌台南報道。趕好天時，花未開到東島，一片係台南虎頭埤今日早晨嘅情形。另外呢，客家種嘅部分，也就禮拜2日咩東島日，尤其鄉親朋友哋看也就九門呢，你睇得到也同內幕。一套新竹虎口路街，今邊呢新竹虎口路街咪係來嘅東島人，唔過也博嘅為到愛防疫。地方人士大家就針對防疫作為相關的規範，比如講呢，新竹虎口路街一片就有10間店嘅，幾下條要參加一個縣政府來提供嘅防疫規範，故作就本幾下條10個店嘅有一個安心旅遊鋪頭，希望人客去到一片就看到一個鋪頭呢，就對一間店嘅係要做防疫相關的措施，故作唔但請去留了做得到安心，你唔是講講聽會車來車去。台電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就愛開始咧，各帶鄉親去到現場來關心。我們行政組的組長的哈，也是衛福部的主任秘書哈，我們的鄭主秘，然後在我們後排的哈呢，是我們行政組，是我們社區防治組的副組長兼發言人哈，我們的莊副署長。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好，那我們這一天來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們今天仍然是沒有新增的病例啊，那累計430人解除隔離，換句話說，還有6位還沒有解除隔離。那確實也經過這個禮拜也是非常的緊張。那不過一切在境內都非常的平順，所以有經過整個大概8周本土沒有個案，我們也很放心的就是宣布，就是說境內相對的解封。那不過邊境仍然風險嚴管，這樣的目標再往下面做繼續。
那然后再过来我们相对记者会各方面都会减少这样的一个频率那不过呢，本部也做了一个就是 COVID-19 的台湾防疫关键决策网这里面呢它有决策的关键的时间轴，那有成功防疫的因素，那台湾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跟重大的一个政策，这样做介绍。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维系这样的一个网路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整个政策的一个延续和相关的重要的事项。那关于这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秘书、郑主任秘书做了很大的协助那也召集了我们这个整个的部会里面当然还有机关署卫福部本身所有的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完成。那在网络当然中英文都有，我们是请郑主任秘书我们的行政组的组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指挥官还有各位记者女士先生朋友，大家午安。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关键决策网的一个内容那首先我们就会从我们卫福部的官网进去那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有关于COVID-19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介绍。那在这里呢我们进到我们的关键决策网的这个网址进去以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这大概就是有3大特色第一个就是我们清楚的记录从12月31号到今天为止整整160天，我们指挥官带领我们所有同仁跟全体国民一起对抗这个 COVID-19 疫情的一个不管是重大事件或者决策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轴，可以点入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确诊的个案数跟国际的一个确诊的个案数，然后可以看到台湾怎么样做一个超前的一个部署。那点入这个时间轴以后举例来讲，我们现在这个进到这个4月3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4月3号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决策。那同时我们在这里横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包含我们国际疫情、重大疫情、边境政策等等。如果我们点入了这个边境政策，就可以看到我们从12月31号开始每一个边境政策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记录那方便所有国人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查询。那此外，在我们这个横轴的这个目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成功的防疫因素，包含我们从过去的 SARS 经验累积的一个种种，还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还有我们的资讯是公开透明，我们有良好的一个资源分配，同时及时的边境管制、智慧社区防疫、先进的医疗科技，还有优质国民。那我们如果点入了任何的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介绍。举例来讲，我们如果进入了智区智慧社区防疫，我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集合所有的，包含健保署，还有我们运用科技的一个做强化隔离跟检疫的一个措施等等。那此外，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能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果？那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卫生医疗体系的一个完整，包含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健保制度，那我们很充沛的医疗量能，还有我们的公卫的量能。那此外，我们在这个重大政策方面，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在边境政策、口罩，还有社区防疫等等，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清楚的一个面貌。那如果我们点入这个口罩与其他防疫物资，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准备我们的物资，安定我们的民心。那除了中文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英文的一个网址，可以清楚的，也可以呈现出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个努力，让全世界可以看到台湾 model 是什么。那另外，如果对于这个中英文还不够，我们还可以看到选择不同的一个语言，包含日文、印尼文、德文等等。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全世界的人来了解我们这段时间抗疫的一个经验。以上报告。好，我非常谢谢这个郑主秘
好，我们这大概可以把我们的政策更透明的，不但跟国内的国人能够了解，那在国际上，如果要使用也会很方便。好，我们谢谢行政组的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有关于这相关的一些隔离或者将来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整个社会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庄副跟大家做报告？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哈。那有关这个，我们跟中研院这边资讯所的几位研究员包括徐占生、廖纯忠跟王大伟研究员，那还有他下面的一个成员，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计划，叫做防疫新生活的政策模拟在下一章。那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在合作了。那在当时，因为2009年大流行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根据我们所的研究，有在2010年有发表了一个研究啦。那所以那个时候是用流感大流行的计划去做的一个基础，那来做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的一个大流行的政策模拟。在下一章。那这整个系统的架构大概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起始的模组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台湾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将这个人口的年龄跟地理分布，那把它就用随机的方式分布到这个我们全国有7000多个里，那这个每个里大概人数大概是2000人左右啦。那根据这个我们也把这个年龄主要分成5个年龄层包括0到4岁5到19、5到18，然后19到29、30到64跟65岁以上那再来就是模拟的模组的部分。那在原来的设计里面，它是认为流感大流行当然是从国外进来的那所以当时的设定是从每天有大概系统会随机的产生8个人从这个国外从这个机场进来那进来之后，它就会根据进到我们人的这个，你把它想象成这个电脑里面养了2300万人口，那这个人进到这个电脑里面，那就会到他的家庭跟工作的场所里面，那我们的电脑会自动每天会每12个小时会模拟一次，然后去产生说他家户或工作的人产生感染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几率。那根据这个几率会每天去算出说每天会增加多少个新增感染人数，然后我们的视觉化模组就是根据这个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去做流行曲线图啦，或是画这个地理分布，那来让呈现在下一章。那原来的就是我们每个年龄层它的那个接触的就是说每个年龄层它每天有多少跟多少人接触，其实用的是一开始是用美国人的资料，那后来因为因缘际会，我们大概跟其他国家一起发起了一个研究就是用所谓的接触日志的方式去调查全台湾抽样的这个每个年龄层他们每天跟多少人接触这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在下一章。那这个研究后来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其实15岁以下的这个小孩，他每天接触的人是最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09年大流行的时候，主要一开始是这个小学跟中学的人这个后来的如果造成本土感染的话，是最先造成这个感染的那可以看到说，这个小孩子他们的就是这个比较深的颜色，表示说他是有身体的接触身体接触的比例是比较高。左边是男性，右边是女性那这边大概是用分年龄层来做分布所以我们从后面开始，我们就是把这个每个年龄层它的这个接触的频率就放到这个电脑模型里面在下一章。那进到这个我们武汉肺炎的这个假想情境里面，我们后来目前大概是以每5天会产生一个境外入的个案那我们就设定说，那未来我们的机场也不做任何的居家检疫或边境管制，也没有考虑各国的资讯的透明度，就每5天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病例进来在下一章。那我们利用英国的这个伦敦帝国大学他们在3月所发表的一篇研究，
根据这边研究所设定的一些参数啦，比如说潜伏期有5天，那有症状的人他是在症状前12小时有传染力，那没有症状的只是被感染后4.6天之后有传染力啊。那平均世代时间，这个就有点麻烦，大家就说就是指标病例跟他被传染的那个人，他们从开始发病，从开始具传染力的时候的间隔了啊。那这个一般而言是我们看不出来的，不过它是从计算是可以用电脑模拟是可以模拟出来的啊。这是在6.5天。那另外一个基本再生数是2.4天，也就是平均一个人可以传给2.4人。那另外我们也设定说，里面有一些人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那无症状感染者他的传染力只有症状感染者的一个50% 左右而已。那另外这个模型里面也做了一些很基本的就是说只要有个案进来，那我们会去做所谓的个案的隔离，还有疫调追踪接触者的居家隔离14天，最基本的就这样做而已。那另外我们在这个政策，我们这个研究主要是希望模拟2个最主要的就是新生活防疫的部分。所以就是说，如果2个人都戴口罩的话，那根据研究的话，可以减少约70%的一个感染。那如果只有1个人戴口罩的话，那可以减少这个4%-5%的感染。那另外，如果说室内的社交距离能够维持1.5公尺的话，那可以减少大概6%-9%的感染啊。再下一张。那当我们做了这个系统，因为我们转换从流感大流行变成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系统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验证啦。所以用他们原来这个 paper 里面，它就有黑色线是英国的系统，然后蓝色线是美国的，那台湾的是这个红色的线啊，那至少说外表看起来是在大概差不多。那后来再根据它里面所设定的参数去进行，那这边左边的是英国的，右边的是台湾的，那可以发现说，它这边主要是看说这些公共卫生的介入措施之后，对于医疗病床上面有没有影响啦？所以可以看到说，英国的这个医疗需求其实是比较高，那台湾事实上比较低啦。后来再下一张。那我们在后来去确认了之后，原来就是台湾的这个老年人口事实上没有像这个英国的人口老化那么严重哦。所以如果以英国的这个就是年龄层来看的话，那英国他们这个老年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的重症的几率会比较高。再下一张。所以这个当我们了解说这个系统大致上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戴口罩服从度的模拟了啊。那这总共有2个图啊。那这条线是指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有隔离床还有专责病床的床数大概3000床左右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利用戴口罩的服从度能够让这个整个疫情压缩到这条线以下的话，表示有成功。那其他的线是从这条线是0.6、0.5、0.4、0.3、0.2、0.1都不做的话是这么高哦。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只要是0.6以下的话，就我们全台湾的人口的这个戴口罩服从度，在0.6以下，那大概就会这个爆床了哈，这个床一定不够的啊。但是如果说是0.7的话，是这一条线啊，0.7是这条线啊，表示还是高很多。但是如果0.8的话，它就表示说这个可以在这个3000床以下的这条线度过哦。好，那再下一张。那社交距离的话，也大致是如此啦。那也是这条线也是0.8，那这条线是0.7啊。所以如果说社交距离，如果说大概就维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在室内的话，如果可以维持社交距离1.5公尺的话，那就不用戴口罩。那戴口罩的话，就可以不用维持社交距离。那同样都可以达到这个相同的一个目的。再下一张。结论就是在目前全球的大流行的状况之下，那如果我们实时的落实我们的防疫新生活的一个习惯，就可以减灾，然后降低医疗的冲击。再下一张。那这个是这几天这个是中研院的资讯所他们的人员来我们照了一个相，所以这个是王大为研究员，潘美莲博士，那这是林庭宇的研究员。好，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哈。那庄副用比较科学化的方法，跟中研院相关的以前的一些研究报告跟模型，套入了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
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做个说明。那也非常谢谢中研院的协助。那接下来我们的今天大概是总共大概从我们的1月21号开始到今天总共是20周。那总共我们现在有20周里面其实有8周没有本土的案例。那也在这一次我们在例行每天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大概也开了164场。那也该告一段落了所以在最后就由我跟大家再做一点简报把这一段时间的情况跟大家做一点报告。可以吗？好，下一张。那全球的情况当然仍然是非常严重现在感染的已经将近要700万人，死人快要40万人所以它的情况仍然非常不过致死率现在有稍微往下走，最高的时候曾经到6.7、6.9现在慢慢的降到这5.8来。那影响的国家有187国。好，下一张。那这样子看看，就是说，在这样讲，致死率有稍微低，因为大家可能就慢慢的经验比较多，所以在控制上面比较好，也没有像一开始那时候在大爆发的时候那么的慌乱。但是呢，在防疫上面，近7天，仍然持续都还在升高中。我稍微看了一下，现在比较高的大概巴西，巴西昨天大概增加了3万人，美国增加了2万3。印度大概增加9900多俄罗斯大概8800多，新的数目都还是非常的惊人。好，下一张。那整个台湾的一个情况当然从一开始1月21号开始有了案例之后，那本土的案例当然高高低低，那到了8周都没有。那境外的病例从一开始大概从中国另外这一波是在欧美等世界回来的一个几乎是一个逃难潮了那回到台湾来比较安全所以这里面我们境外移入大概352个，那本土案例这55个，那动物舰队36个。好，下一张。那大概在世界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说一个大概就是说绝对的数目嘛确诊的案例大概是多少？那另外就是说每个国家里面我们把它归位把它标准化之后，那每100万人有多少人？那我们在这里面有影响地区187个那台湾在每100万人的确诊数里面的第168名。那最严重的看到大家是卡达它等于是每100万人数有2万6，那台湾是8.8相对的我们是比较低。那累计的确诊数当然现在最高还是美国那台湾总共是443，所以在187国里面在140位所以这个下面的国家大家都相对的比较小所以在100万人口里面我们大概那排名算是相当的好。下一个。那么看看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每一个国家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造成它的一个疫情的控制其实我们这边其实是相对各国来讲，我们大概就是边境管制做的比较严格一点但是各国也都做不到。我们这个圈圈的指的就是说有强制性的规定就是不准会罚或等等的那另外三角形的指的就是说没有硬性的规定像我们这样对于集会的限制，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指引然后大家这样去做。那有一些国家就是直接就不行甚至在营业场所的关闭或者是外出的一个管制都有。那这里对边境比较没有管是韩国韩国相对虽然它疫情也算厉害，不过它相对的管制还是比较 soft 那这里面我们大家看到有国家是管理的就是它的案例数或每100万人的案例数相对少是越南不过越南用的方式是相当的严格各方面都是用比较高标准去弄。可是欧美的国家也大部分做的都很严格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罗斯都做得很严格，可是它还没有办法达到像越南那样的一个效果。那用比较软性的算是台湾。好，下一张。
所以我们整个把它刚才那几个国家特意把它抓出来再看一下哈，这边是越往这边越往这边右边的话那就是越多，越往上也越多。所以这里看到是说，这里面大概整体这里面表现大概越南是比台湾好。不管它大概是一个总病例的数目也比我们少，那它每100万人的确诊数也比我们少。不过它用的方式，前一张前一张，前面一张。他用的方式相对就非常的严格跟我们用的方式，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们用比较软性的方式也可以达到这样硬性的一个效果。那相对是我们的国民非常的配合。另外，我也认为说，我们的资讯的透明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好，下一张。那又这样。所以刚刚看到说比较严格的欧美的国家，其实他们情况都还蛮严重。那新加坡进来就变得很厉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韩国、日本大概在区域，那台湾在这里，越南比我们好。那澳门大概就是病例数比我们少，但是因为人口比较少，所以每100万人的也比我们多。好，下一个。那整体我们在443个这3个加起来443个。那发现的管道，从居家隔离将近1万人里面，有137人检出来是阳性的。那这边呢，包括59人本来是在居家检疫，又转到居家隔离相对有接触史的时候。那居家检疫有时将近15万人里面170人，那从里面170人有109人是在机场就拦截下来的。好，那扩大筛检，我们不断的一个圈从开始的旅游史到后来扩大筛检，从扩大筛检的管道，我们大概在监测大概4万6，那发现136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下一张。那我们的检验的量能那我们真的检验的人数大概7万多，那检验数里面包含还有住院的，那还有以前有双采阴的，所以检验数大概就是10万、11万那100万人的检数是3000多。那像我们的检验量能从一开始500一直到现在发展到现在有6000多。下一个。那所以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在看这样的一个检验数，大家说台湾检验的很少，其实台湾检验是很多了若以每一个确诊的个案来看大概最多是纽西兰他每一个确诊的他们也有检查250人，那澳洲检查213，那我们检查164、165。那到这一关就现在就大家都比较少了检验比较少，其实就是像韩国也检验算多的，它84.9，不过我们仍然是比它多很多。那像我们看到日本是18，那美国现在是10，每检查10个人、11个人就会发现一个确诊的案例。换句话说，它那个确诊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在世界排187个里面，我们排名第3。好，下一个。那整个的管理上面当然有一套好的管理，所以从边境到关怀，然后到解隔。整体上都有一套方法，从一开始在入境用手工做，那时间拉得很长，所以那时候常抱怨，就说人已经回到家里了，可是我们的里干事和我们的区域地区还不知道这个人回来，所以那时候平均大概要19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可以到4.5小时，4.5小时算是蛮合理的，还有回家的一个时间嘛，等等的，所以大致上都可以在这样来管理住。那能够这时间缩短，主要是运用了比较多的一些电子的表单。那电子表单是后期才开始用，一开始用了大概75%，那现在可以达到90%，那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这样能够做得更好，那当然速度就会更快，那漏接的也会比较少。然后到这边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关怀我们这里面在居家检疫能够做得比较成功，也因为关怀系统能够做好，能够满足居家检疫者的需要。当然，居家检疫者愿意来配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能够提供比较广泛的一个他的需要的话，那当然他就比较容易来配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电子围篱我们大概有监测了这么多人，从一开始粗方大概有30%。相当的高的一个比例。那后来我们的警政的系统就是那个效率的提升，所以大家就比较不敢，或是因为关怀系统也做得好，这2个一起合起来，所以粗方的比例到现在都0.3%。
好，那我相信这个未来的话，有的学校应该是会越来越好。你看，重要是有服务、有监督，好，这两个双管齐下，那当然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加上我们最后为了要一时要服务这么多的人，那李领长哈或李干事都很累，好，所以发展了这个一指神通，哈，让大家才可以及时接收到讯息。那万一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可以上面来做回报。好，那理事长就相对的轻松，对有回报的对特殊的关怀就可以，好，一直到我们的期满。好，下一个。所以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大概就整个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大概将近16万人，好，那其中我们才发了694人，那发了8900多万，好，那大概每个人平均大概发了13万，然后12.8万，哈，那这样子一个拆发比例，在这样子来比起来，大概是4%。结果我们那个粗框大概3%，那这个里面总发的大概4%，因为有其他管道来发现的哈。好，下一个。那整个在这里面，那口罩啊也是一件相当重要。那未来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口罩的政策仍然很重要。哦，但是呢，在一开始，大家那时候讲说全面禁止出口，从1月31号、2月6号开始做实名制。因为到这里面我们的1.0、2.0、3.0一直走下来哈，那时候6月1号我们就出了征用800万片每天，好，那剩下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好，下一张。这段时间我们总共大概经过我们的实名制，大概总共卖了7亿片呐，7亿片。那我们大概现在在仓库里大概有3亿片，我们大概有总共这样制造大概10亿片。好，那所以那个3亿片里面，我们将来还要做一些医疗的分配，还有各种让大家能够更方便的使用。那援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所以刚刚在1月底那时候确实那时候不到300万片的一个产能那在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战备的库存量也在1月底之前的时候大量因应大家的需要，所以大量的释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最短缺的。所以那个时候这如果再让它出口，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紧急的先把这出口停下来。然后另外为了不要让大家囤积变成一个供需上的不平衡，所以实施了实名制。当然一开始大家都比较辛苦，那当然不断的增加生产线，那国军也进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到现在可以做到1900，甚至有时候大家是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比较少所以有时候自产量会超过2000万片。好，下一张。所以整个来讲，用实名制有买过的人大概2100万。几乎大家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买，那平均每个人大概34片了。那如果你叫K缸的实名制预备，你会买到51片那样子，这59大家买到这59，那小孩可以买到77不过大家都买到34.1，所以一般还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了下一张。好，那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在控制口罩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产量那时候并不多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盯着这个产量跟我们的销售量然后大家看这高高低低那每段时间去观察，那什么时候要放松，什么时候要变紧，什么时候要供应从我们的7天2片然后小孩子4片当然2片7天3片14天9片，到19片之后，那渐渐这整个的需求就已经稳定下来。好，下一张。那这个是刚刚庄副在讲的我们就说，在我们解封之后，那在疫苗有之前，我们要拿什么来对抗了那所以大概就是说，什么张副刚才讲，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这是800万我意思说，在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或防护不够的时候，其实很快它就会超过这100万的一个床数。那这个时候它超过了，不要说超过这个地方，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这是医疗整个就崩裂掉了嘛。换句话，人力也不够，病床也不够，那死亡率就会大幅的提升。像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大概最高的国家到14%。那其实就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全世界现在平均是5.8 5.7。好，下面。所以我们大概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就是可以立即使用的是3000，那如果加上一些更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扩大的范围，6000我们大概认为都不会有问题了。不过其实这6000能够接受的人是不多，因为我们现在每个病人平均的占床的天数是前2天张教授有跟大家报告过，都要将近30天。大家运用怎么样在低症状、无症状的时候，那做一点病房使用的一个分配，那当然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量能。但这条是0.7，就70%的口罩的服从度。其实能够让我们的时间大概是200天，就很快到我们医疗的一个紧绷的点。换句话说，就会面临到医疗可能要崩解的时候。但如果到一样，但如果是有80%的一个遵从度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拉得很长，在我们的医疗很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这个病人服务好来。好，下一张。那这1922里面大概几个重要的事件所以每一次在一个重要的事件的时候，就特别接线特别很多。这比较高，大概是4月4号，那时候我们发警讯的时候。那东木舰队的时候可能是让大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平顺，那突然有一个个案出来，大家变得很紧张，所以1922的通话率很高。下一张。那我们大概我们有成立一个疫情的关怀中心，对于居家检疫者，我们用电话去了解他的一个症状的变化，然后他的需求。那时候定在第8天，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大概居家检疫的7天之后，可以慢慢的心情有一点浮躁，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用去关怀。那有需要，我们就请心理咨商或心理师，进去能够让他心里能够更平顺一点。那时候有医疗的需求，都在这地方可以去发现。好，下一张。那整个我们在这段时间不管是本部或疾管家疾管家本来就使用率就很高了 ，Line 本来就大概200多万，那部里面的 Line 突然在以后就变成大家使用率很高，现在用到350万。好，下一张。那脸书也一样被使用很多，我们透过很多的管道，除了我们记者会164场的记者会之外，那在这电子的媒体上也发了很多文。那无外就希望说大家能够更了解，那更了解就会更配合。好，下一张。那未来它还是一样我们在防疫新生活，洗手社交距离或戴口罩，大家记得如果能够达到80%以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等疫苗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一点。那要开放边境，也要经过我们相当程度的一个计算，看进来。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会跟防疫新生活里面跟边境的开放会有一些相关的关系？就要说从边境，刚才庄副也特别说明一下就边境进来，那可能会漏掉多少人，它造成影响会怎么样？另外一方面是看我们的防线够不够强。我们大概像7号线，我们的遵从度如果90%以上，100%。那其实漏几个进来，我们大概还可以了，那但是如果那个防线不够强，只有70%，那随便漏几个，我们一下子医疗就垮了，换句话说，那个防疫就失败了。所以也真的是让大家要明白，既然我们在境内解封的时候，就个人的防线绝对不能放，遵从度越高，那我们的抵抗力就越好，那边境就可以开放的越大胆。那换句话说，经济的活动各方面世界的连结也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这遵从度不够，那坦白讲就很难去做边境的更大的一个解封。那至于在社区这种遵从度，我们也委托了应该是公共卫生学会，他们也做了一个比较中型的计划，那做一种社区广泛的一个大家遵从度的一个指标。那让我们做边境开放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参考。好，下一个。那这段时间还是非常谢谢所有防疫的人员，我们的所有的医疗的伙伴，还有他们的家人。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全民的配合。那也非常谢谢各位记者、媒体、女士、先生们，这样的一个详实的报道，让我们的民众对整个疫情更了解。
好，那以上做这样的报告，谢谢，谢谢大家。好，周周没有帮我稍微这样子当一下这主持人，我又当主持人又当speaker，好像我一个人在演这个独角戏，觉得很奇怪。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先到这里。好，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来。那个自由时报提问，就是想请问，刚刚有提到全台湾人口戴口罩的服从度在0.6以下的话就会爆床，然后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转换一个比例来说，大概全台湾至少有多少比例的人都有服从戴口罩跟社交距离，才不会让病床数爆掉？那第二个问题想请问指挥官，就是台湾的境外管控是否可以松绑，跟全球的疫情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想问说，指挥官对 WHO 未来的疫情监控还有相关的措施，还有什么样的建议？谢谢。对，我们刚刚讲说，在七成的话，我们就是只有有限的时间呐。如果超过7成到8成的时候，其实我们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好，但是8成里面是一方面是你个人防护的时间，好，你接触时间的一个长短，那还有当然是人数的比例嘛。好，至少也要有九成的人都蛮乖的，才会达到这样的数目了。好啊，第二个在边境开放当然跟我们自己这样的防御程度有关。那国际疫情有没有关系？有，好，因为它的可能性嘛。好，说这边疫情非常高，它可能进来了1000人就有400-500个人。好，那当然我们漏掉的可能性也会高，因为我们在检验没有办法到100%。好，所以当然就会采用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做。那当然，如果那样疫情很低，所以进来之后被漏掉的数目，好，相对就会少很多。好，那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相对的这些口罩或者遵从度的一个指标就可以来算，就是说我们的承受力有多少，那是不是承受得起？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我们政策的参考。那 WHO 怎么样？你刚才是 WHO 怎么样？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边如果要境外要松绑的话，就是跟全球的疫情会比较相关嘛。那前面有答过了，对，之间那个答过。对，就是想问说，对于 WHO 有什么建议？他们接下来的疫情管控，就是监控跟相关的措施，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没有，像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网也让这世界或让世界组织大家可以过来做参考嘛。好，那这里面看他们觉得有价值或者哪里我们大家专家也可以跟他们做讨论。你好，请教一下部长外界认为说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很有可能会参选高雄市长，那如此一来，您接任副阁揆的呼声目前来讲是蛮高的，请问一下你对这个消息个人意愿如何？那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就是隔壁的陈宗彦次长外界对于市长代理人选也有传出说您可能是可能的人选，那请问一下您怎么看？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好，那在我来讲，我现在是疫情，还有一些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还需要去持续的努力。好，那这边是谈疫情啦。陈宗彦这样回答就很暧昧了来。不好意思，部长，我想请教一下，有学者建议说，现在其实疾管署已经有很好的类流感症候群侦测，那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在秋冬的时候也去建立我们的全国性的新冠病毒症候群侦测，就包含说从年龄跟症状的分类，然后找出当中的高风险者，或者说比较高风险的地区，来做一个主动式的病毒筛检的作为侦测的系统，这个可能可以列入一个可行性大概怎么样？因为我就刚才我们那个庄副也在说明，跟中研院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那有相关的一个模型的建立，那当然有相关新的资料不断的套入到这样的一个模型里面，然后再跟事实的验证，让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够更精确，让我们做政策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率。
部长好，信传媒提问，是否能请每个人说明一下，就是从指挥中心开设以来，自己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担心的一件事？谢谢。哎呀，这里面是最担心的哈，其实有几个波折啦哈。那第一个当然是进来的所谓的白牌车司机的时候，那看到有些的病例，我们在社区这样子找，很担心说，都不晓得散得多大。那幸好也很好哈，那我们的确是框得很周延，那的确就把它停下来。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医院感染的时候，绝对是心惊肉跳。那也很不错，我很感谢我们的医事人员哈，在这部分。真的是守得很好，也做得很好。所以说我们的医疗防线守住了之后，的确让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好放心。那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话，都完全没有院内感染的情形之下，这是非常少见的。那我们现在进来是我们罗一军副署长哈，这是我们的青年才俊。那这一题大家平常比较少机会，我们大家几个都问过了哈。那我们就是不是请这个罗一军也跟我们就分享一下，他其实担负了很多的任务在的。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在春节后那段张罗口罩的期间啦，因为那段期间我就是担任这个口罩官的角色。那在产能还没有起来，但是国内因为这个民生跟医疗的需求都因为疫情大增的时候，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这个民众的需求。不过就是说也谢谢大家都配合共体时间，然后我们医疗院所也都因为过去SARS 的经验之后呢，有足够的一个储备量，后来因应我们大概过年到2月底这段比较青黄不接、口罩产能在提升的阶段，所以那段期间真的是每天都睡不好，然后也很辛苦的，每天在担心就是说怎么去应付下面这个口罩需求的一个部分。不过非常感谢我们口罩国家队整体的一个努力，帮我们产能提升上来之后，上游的产能够了，我们下面的需求也都可以满足。所以回想起来是那段期间是非常的紧张，但是也顺利的度过难关，所以很感谢产业跟民众还有医疗院所大家的一起配合，谢谢。就跟请教一下因为各式的活动都在解封当中，那宗教团体非常的关切他们的解封的程度。那这个高雄天后宫也是第一个即将在7月14号要来绕境6天。那据传他们是收到了这个内政部的函文5月26号的函文，是这个对于宗教活动的人数限制是非常的严格的，是不是这边有明确的这个指示宗教活动的这个开放可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个旗山天后宫我们都有说明哈。那因为从今天开始以后，这些绕境的活动我们就在1000人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因为旗山天后宫它的绕境还是在以旗山为主，那这个是以当地的镇头、当地的这个神教以当地来说，那我们原则上是没有禁止，而且他的这个参与的民众是采报名制，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联络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士。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在每天的这个绕境的人数上，还是以1000人这样的一个，这样他也比较好掌握这个实际参与的人数啦。那主要还是在这个参与的人他去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TVBS 提问，想请教，目前台湾仍然是入境居家检疫14天，那我们也同时启动了防疫新生活，那想请问指挥中心还会担心秋冬疫情卷土重来吗？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波兰今天早上有包机回台，不过传出有6个人发烧，想请问他们的采检结果如何？谢谢。看着这个资料里面说有4个有症状，但好像也没有发烧的样子。不过采检结果还没出来，出来没有？那4个采检的都阴性。
那个秋冬卷土重来，会不会担心？会担心，但是我们就严阵以待嘛，哈。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在宣导我们的社交距离跟戴口罩？好，那就是我们就是要准备要来让边境能够，好，我们的重要的活动能够展开。好，所以我们一方面刚才报告讲很久，就是在讲这个，让大家个人的防线建立好。那我们社会里面有相关的一个监测，然后看这样的情况跟现在国家的一个风险跟我们医疗的战备的一个。量能的几个综合的判断，好，我们都这样就已经很严阵以待了哈。你好，台湾情报提问哦，因为观光业跟旅游业者都反映，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边境解封，因为赚外国旅客的钱才能真正达到振兴产业的效果，而不是一直发展就是内需。那请问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规划逐步的边境解封？另外，那个对交通部之前提出的开放边境方案评估如何？谢谢。第一个，这个我不在这个时候想再稍微早一点讲，说是要开放边境做国际的旅游。好，这可能在我们的顺序里面会在比较后面。好，那我们去年大概出去了1700万人，进来1100万人，内需市场。也应该要改变这样的概念。内需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活动。那尤其是我们出去花多，进来的少，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这1700万人的可能性把它经营好来？那一方面也可以让国际的疫情比较宽松。那然后才能够开放边境的旅游，马上面临我们出去的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或者进来的高风险的人多。大家看到疫情，我们连续了8周是本土零确诊。不过大家看那几个表格就知道说，只要进来几个病人，那很快的我们的医疗就崩解掉了。所以这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好好走得更稳健。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就非常谢谢。好，那我们大概就以后会比较久才见面。好，谢谢大家。那蛋糕大家可以吃，那是哪一家学校？谁送我们的蛋糕？中州科技大学送大家的一个蛋糕了哈。好，谢谢大家。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结束的，等下下几条就会向下来说结论稿的。另外，近边呢按贴片而来开拓记者会来说结论稿呢，却因为呢对亚嘅本土进行连登8礼拜都无本土嘅案例嘅，估数杀下来代表讲台湾竟然高位也就上福气，杀下来对天公嘅意思，一个指挥中心开记者会嘅频率，慢慢牢记改做1礼拜。开1摆，估数呢，每礼拜喺头摆3节下，为了开记者会，时间同样喺头下晝2點。佢另外呢，对一个疫情逼出来多見，指揮中心家下呢，咪做出来幾條所講嘅其中報告。估數家下無相關單位韓國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要出來親身同大家來報告，講亞參嘅督導嘅樣嘅安排，韓國嘅指揮中心係樣嘅來營運呢。等家下下個星期我咪會同大家來稍微重點整理下。就講到話，對疫情發生到今，已經開業164場按度嘅記者會嘅，估數基本嘅做嚟講係暫時過一隻段落，接下來就會改做1禮拜開1擺。韓國人出來講到話，基本呢國內並無新增嘅案例，也咪係連登56日都冇本土案例出現呢。今年解封，韓國呢邊境接下來按東洋條例來管制。另外，就有講到，今邊啲按整理按長嘅疫情營運當中呢，對國內現時係停投入嘅443名國內累計確診案例當中，其中有352嘅係境外落來嘅案例，本土案例呢就有55萬人。另外啲100嘅疫情當中，其中36嘅確診係斷木金吹當國嘅確診人數。家下呢，咪又嚟整理講，台灣頭100萬3人嘅確診數當中，喺全世界187個國家，呢部呢係排第168嘅，也相對來講，
比例又较大。另外，台湾的防疫甚至爱同全世界按多国家抢下来比呢，底度算是做到真蛮好嘅。另外有一咧，家下城市中有讲到做到比按台湾还较好嘅，也爱讲到越南。越南无论讲讨防疫指数、封闭指数，还有疫情比较也无同样嘅项目当中呢，越南表现都系比按台湾还较好。不过城市中没有讲到。越南呢有当道的管制系比台湾更严的当道，故此呢也拜防疫台湾做得暗好，其老其整理讲系因为台湾人鸦片的素质又较好，韩国相关的政策呢咪向下来原因，系全面向下挨过的也拜嘅疫情。另外有来公布讲，也下呢由于咧 COVID-19 台湾防疫关键决策名也嘅名站开始来到线上，本大家做得点去看呢？呢度呢就有包含讲，面对亚拜嘅疫情，台湾系用哪种嘅台湾模式来应应？就进一步来看，亚个名站当局呢，就会看到亚中嘅一条线，老其整理对今年嘅年头意思，一直到亚下，当然台湾嘅确诊病例数係樣嘅上上下下，安尼係希望講，本大家當清楚嘅看到亞下政府有乜嘅原因嘅做法。韓國呢，家下呢啲亞嘅簡報當中就有提到講做嘢咩實際當重要，比如講呢亞片發言人佢就講到，喺講呢2-3年嘅亞種環境當中2-3年都向下要帶做嘢咩，也就做得減少70嘅感染。唔過呢喺講頭2-3年當中是有1年帶做嘢咩，也嘅呢7片嘅減少咩做得減少40要按到。另外，來看到陳時中佢家下嘅作為佢亞拜疫情嘅期中考，佢做一隻細細嘅結論，呢度還係再個提醒大家，要用茶壺接着細數，韓國呢做嘅時間就係同嘴同屁股 M 起來，佢希望講亞種習慣會做到變做大家親自然嘅習慣，要內化，韓國保持社交距離。確實做到實名制、實聯制，也係因為南北有疫情而最重嘅時節，係講要做到實名制、登記名嘅同聯絡方式，也都要去隨時簽名到，係抹殺有可能而最終騙錢嘅部分。另外呢係講呢民眾破騙嘅，就投入卡當中了協困一下，冇錯夾夾去本醫生看，佢就再過來提醒講，希望大家雖然講當年都講同樣嘅事情，不過呢還係要注意到按度當重要，咪係當平常當自然嘅事情。再過來關心到嘅係做嘢咩嘅政策。家下呢就講今年差唔多對營業30億幾年禁止出口，現時加起來，台灣總共投入拜1000多件呢，總共用出嚟7億隻嘅做嘢咩？韓國一下倉庫地度還有3億隻嘅做嘢咩？係殺下來要提供無窮嘅分批韓國使用，係講有乜嘅乜風發生嘅事情，也代表講倉庫地背度嘅做嘢咩準批量也係有大嘅。韓國呢邊境乜嘅時節愛來開始管制呢？結果我殺下來還係愛繼續來評估疫情。針對早上有一個對波蘭轉到台灣一個病機呢，家下呢有記者來問到講，因為呢對波蘭出鼻嘅病機降落台灣過後，當個係有人作手。家下呢陳時中係回應講，有40人去採檢，韓國現時佢也就查足到前線嘅採檢嘅結果。也40人係陰性的，我哋詳細來看詳細嘅新聞報道。病機降落過後，使到停機坪，波蘭航空包機昨夜116個停到波蘭嘅學生嘅同台上轉到台灣，比夜是3點鐘，總算途經比大早順時到嘅桃園機場。有學生嘅講，當天疫情還當緊張，邊境管制都蠻開放，當歡喜早啲坐定包機轉到台灣。至少因為學期結束了，所以蠻開心的，對。對，現在還在蜀國，然後他們好像要等到6月15號才會決定說要不要就是開邊境這樣子，因為這次是包機，就是從波蘭直飛，不然原本沒有這種班機。對波蘭轉到台灣的國人，
带定作业咩父母奖，韩国作定防护衫，今日到下边结果后经过体检，4个人客由头去拖针头送到采检站，其他人就本人接种送到检疫所隔离。波兰台湾办事处讲，一拜托波兰航空嘅天数下，超过100个国人对发射起航，6点转到台湾，也咪系台湾同波兰头一拜最的人客之比。无论如何，我们真的今天把它做到了，就是让大家很顺利的回到台湾来。我觉得是一个感觉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安排包机营业者讲，开启包机作业，食材无按改，除贴航标嘅费用，航空公司咪爱确贴航期问题，甚至都冇办法经过中国两空嘅情形下，航线爱调整。不过经过一整日，总算促成包机出比嘅。另外，除贴机比航机以外，未来还会有3架次嘅波兰航空航机为最顶国人转到台湾。记者陈冠轩、车启文，台北桃园综合报道。天托波兰按叫嘅一拜总算有旅行商业者嘅都出来打合安排，留托波兰嘅按到台上韩国学生嘅呢，总共同128个人用包机出比嘅方式，同行呢都冇天托下来盘机也系物嘅嘢，嘅就呢最低128个人转到台湾呢，韩国28包机出比嘅方式，咪主地讲系台湾同波兰一个出比写下新嘅纪录，因为呢头摆就盲测有做安尼嘅情形。另外，关于嘅疫情下跌咧，指挥中心咪宣布讲，接下来对天宫嘅意思，指挥中心嘅记者会开嘅时间呢，会留佢改做1礼拜开1摆。提醒乡亲朋友，咪爱听到客家新新闻同明路直播，向下来关心疫情嘅情形动态。先来一个天宫嘅意思，也嘅到礼拜1到礼拜5呢，早晨9点半嘅时间，看报纸时间还系本相用。嘅开记者会嘅时间会改做到礼拜3下晝2点，针对疫情中心开新新嘅记者会来说明嘅时间，客家新新闻每位头拜3嘅下晝2点，带乡亲朋友透过明路直播来关心。另外也呢直播嘅平台，也下呢系改到为一个客家新新闻嘅粉丝页登稿，乡亲朋友都在上到 Facebook 同客家新新闻天意集站。就得嚟到相关的资讯，未来呢主播陈彦祖当然会同大家向下来关心国内外嘅疫情情形嘅部分。今日嘅节目就到鸦片呢，再会。客家新新闻，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资讯。我係陳彦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上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控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